继续来看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今仔伫一场活动表示讲，台湾应该着爱正做资讯应用的大国。另外，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早起搁在批评民进党的政见计划，伊嘛批评讲政府拢会做假销。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今仔早起是伫桃园成立妇女后援会。 出席2023总统杯黑客松工作坊，副总统赖清德提出，台湾走向数位化时代，应该爱成为资讯应用大国，通提升未来的竞争力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要成为资讯应用大国。开放政府要去做以外，就是说我们基本资料，我们如何去应用？我觉得我们只要能够有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。 这两个是不会冲突的啦。赖清德无言国政嘛备战2024，最近南北阵营一直讲前瞻基础建设的议题。民进党2075开始，到全台湾立委选区举行温暖好情的说明会，向民众说明施政的成绩。不过，民众党郭文哲搁再批评前瞻计划，嘛批评政府加特别预算常态化，是伫做假销。前瞻计划，我们对他最大的批评就是。 啊，你怎么是先编预算再写计划？前瞻计划是柯文哲跟民进党分道扬镳，你知道吗？分手最重要的原因，因为我觉得你没有财政纪律，钱乱花。行政长陈建仁讲，政府预算编列拢有经过立法院审查通过。颠倒讲，郭文哲伫讲假话，为了争取政治的声量，无顾良心。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是甲党主席朱立伦回访桃园，出席妇女后援会的成立大会。桃园的预算跟经费，中央往往对桃园现阶段的支持是不够。我到澎湖帮桃园争取更多的预算来建设，好不好？ 不过，繁华也未完成整合。当地美国访问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动作真多，唔拿到棒球场，替伫美国的选手张玉成加油，搁伫面册提出体育政策方向的规划，互外界解脱郭台铭想要独立参选总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